期待二人婚禮。富二代藝人郭子豪與2018年港姐亞鄧卓欣 Amber 即將於4月19日舉行婚禮，二人近日頻頻在交平台分享籌備進度，昨13日更曬出上律師樓簽結婚的自拍影片，正式邁向人生新階段。影片中，人打扮隨意，郭子豪戴上冷帽 ，Amber 更是素顏上陣，但染甜蜜心情。他開心表示：我哋今日見律師啊，並路婚禮倒數僅剩37天。當律師解釋需要簽署未婚書時，他們顯得既驚訝又好奇。郭子豪笑言：結婚係淨係簽張紙，原來係要簽2張紙。郭子豪亦透將會親自撰寫誓詞，發現誓詞頭2句才具法律力，之後的內容可自由發揮。他打趣道：好忙，有排誓詞啦。Amber 聽後掩嘴甜笑，興奮又期待。完成簽字手後，二人隨即去吃湯粉簡單慶祝，流露出樸實而輕的幸福感。